蒋万安早起一透早，伊的车队是透风雨，嘛是继续咧扫街拜票。因为落雨，加上确诊者无法度投票，恐惊投票率降低，会影响到选情。蒋万安是拜托市民一定要出门去投票。啊，针对卫福部长试水员甲呛讲，伊法律的学位是安怎来的咧？蒋万安来回呛讲，这试水员根本就是传承着陈市长的态度，展现着民进党政务官的小摆甲唱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落大雨嘛，继续咧扫街拜票，选战到最后的阶段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继续咧冲选情。海天虽然讲过路人有较少，不过未少支持者就算是摇雨伞穿雨满，嘛要出门表示支持。真侪人为车内、厝内滴下手，不过落这一天的雨啊，加上确诊者未当出来投票，投票率恐惊会直接影响选情。您不只是湾个人的选举，而是一场捍卫台北市正直善良的选举。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来决定台北未来4年到底要走向光明还是黑暗。另外，蒋万安搁针对确诊者投票权批评卫福部长试水员，绝对不是自己说自己和谐。我的法律学位当然是认真攻读来的，我的所有质疑也是为了人民的权益来争取。反而薛瑞元他的谈话，我想也承袭了陈时中前部长的态度，展现了民进党政务官的傲慢与嚣张。不满和试水员经体讲法律学位是安怎来的？蒋万安是火力全开无保留，选战到最后阶段，除了顾基本盘以外，蒋万安嘛透过异地攻防，尽量让民众去找执政党，那呢伊选票就会较济。